大家好，我係今日嘅閱讀分享者陳嘉瑜老師。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一本充滿溫暖同深刻反思嘅小說《解憂雜貨店》。呢本書嘅作者係日本知名作家東野圭吾寫嘅。雖然呢，佢係以推理小說聞名，但係呢部作品呢，就展現到佢喺情感描寫上面嘅獨特才能。故事嘅背景設定係一間名為解憂雜貨店嘅小店。呢間雜貨店咧喺夜晚會收到各行各業唔同年齡層寄嚟嘅煩惱信件，每封信都記錄住佢哋嘅困惑、絕望同埋不安。而雜貨店嘅經營者咧就會用心咁回信㗎，幫助佢哋揾到解決問題嘅辦法。隨住故事嘅推進，我哋會認識到幾位唔同顧客嘅生活背景同埋佢哋所面對嘅挑戰。喺書入邊咧，我係揾到唔同嘅價值觀，亦都讓我有好多深刻嘅反思。首先喺書入邊咧，我學識到乜嘢叫做真實嘅關懷同理解。呢本書深刻咁樣展現到人同人之間嘅關懷同埋理解。每位顧客嘅故事咧都非常觸動人心。雜貨店嘅經營者唔單止係回答問題嘅角色，佢更加係將心靈同埋溫暖同埋支持傳遞俾每個人。呢樣嘢令我哋意識到，生活當中其實有陣時淨係需要一個好簡單嘅耳朵，一顆善良嘅心，就能夠為他人帶嚟改變。唔係話有咩實質嘅大嘅幫助，只要你肯坐低用心傾定，已經係唔同嘅人嘅一個好大嘅幫助。第二，我都令到呢本書亦都令我明白到咧，點樣勇敢面對困難。書入邊嘅角色咧，面對各種挑戰啦、失業、愛情嘅挫敗、家庭嘅矛盾，每個人都喺自己嘅唔同嘅艱難入邊掙扎，但係最終佢哋都選擇勇敢咁去面對問題，亦都讓我意識到咧，困難係生活嘅一部分，勇氣同毅力係能夠幫助我哋克服過每個挑戰。呢一點對於我哋每位中學生嚟講咧，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啟示，亦都將近文憑試啦。我相信咧，其實無論係中六嘅考生咯，定係其他嘅同學咧，喺生活上咧都一定遇到唔同嘅困難嘅，無論係學業啦、家庭啦、友情啦等等。好多時候，其實只要我哋心態唔同，面對困難嘅心態咧係積極正面嘅話咧，其實困難有陣時未必係我哋想象中咁大嘅。每個故事咧，結尾都充滿希望，讓人感受到重生嘅力量。就算喺最黑暗嘅時刻，只要我哋願意努力，找到新嘅出路，呢種希望嘅力量咧，深深咁打動咗我。亦都希望咧，呢本書可以感染到每一位讀者，令我哋明白到無論遇到咩困境都有轉機。呢本唔單止係一本感人至深嘅小說，更加係一本心靈嘅啟發。佢讓我哋反思我哋自己嘅生活，思考如何面對困難，珍惜身邊嘅人同事。香港係一個好快節奏嘅社會，我哋好容易忽略身邊嘅關係、情感，或者好多時候好多嘢都覺得係理所當然嘅。呢本書就恰如其分咁喚醒咗我哋對於情感聯繫嘅重視。我相信呢本書係適合每一位中學生、小學生，無論你喺學業上遇到壓力，定係生活當中感到迷茫，佢都能夠讓你感到溫暖，為你帶嚟啟示同安慰。希望大家能夠抽出時間閱讀《解憂雜貨店》，喺呢本書揾到屬於自己嘅解憂嘅方法，感受愛同希望嘅力量。多謝各位。